心祈愿，替你家己祈愿，祈祷未来，咱会当好好去甲了完。祈祷这样子，祈祷你要成全的道心，有哪甲你共款，会当慢慢来得到成就。什么样道化人间，陪你修好每一天。各位，这个是道化人间是一个美丽的国国，跟这世界台湾。那咱官吼，甲咱道亲咧讨论，什么叫做道化？我咱我想着，咱背经是拢背着一个什么礼运大同篇？各位，礼运大同篇就是道化人间的极限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啦吼。咱请各位前日，咱掌声鼓励下，来请咱的合唱团吼，甲咱唱一个歌吼。